假如我自己去紋眉，有啲嘢我肯定唔會試嘅。其實呢同錢多錢少真係冇咩關係，主要就係個美觀同實用性點樣平衡嘅問題啫。就好似紋眉呢件事，有啲自然清透嘅拉伸眉，養起霧眉好唔好睇啊？好睇嘅，但實用性就差啲啦，會有掉色好快嘅問題，尤其係我哋啲易出油嘅姊妹，最多都只可以撐3個月就甩光晒，而且做完1個月就好容易變形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呢種，就梗係要經常去保色嚟維持個眉形。我唔建議大多數普通市民做咁自然嘅眉，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又自然又好睇，維持時間又長，仲唔會變色呢？其實直接做個質感立體野生眉就得啦。有啲妝感同自己嘅毛髮有融合得好好做嘅事，後揀顏色一定要同自己毛髮嘅顏色相近。我經常用嘅就係茶色系、暖色系嘅顏色，同自己毛髮好襯，後期個顏色都好靚，唔會變紅又唔會變藍，大約可以撐3到4年先甩光。我同你講啊，千祈唔好揀嚟揀去，用好多唔同顏色。你哋有冇見過啲眉有啲紅印，又有藍印，仲有灰印？真係啊，成個五彩繽紛，真係好難睇啊！眉永遠都係越乾淨越簡潔就越高級越靠譜，同自己毛髮融合度又高，自然立體又高級，最緊要係好清爽，仲顯得好減齡。色料呢方面真係好重要，唔可以用啲會亂七八糟變色嘅色料。色料揀啱咗，做上去先至更有安全保障，啱唔啱啊？千祈唔好整個好闊嘅眉，即刻拉低你嘅檔次啊！姊妹們，本來五官生得好好嘅，整個闊眉住幾貴嘅衫都顯得好 cheap。眉就好似五官入面嘅平衡器，能夠修飾個面型就得啦，唔好費周章用好多顏色。我同你講，用越多顏色就越難睇，越難睇就越想去洗，越洗就越去整，越整就越貪便宜。真係啊，真係搞唔清楚啦。就認住一個有審美、有經驗、有技術，仲要有大量經驗嘅紋繡師就得啦，揾佢就啱啦。呢啲都係我做咗15年紋繡，做過上萬個真實案例嘅真心話嚟㗎。朋友們，如果你仲猶豫唔決，就WhatsApp我啦。我話你知答案，關注我哋，搭配紋繡定妝更有品。